今日我哋嚟到一個960尺嘅一線私人住宅，睇睇我哋為屋主精心打造嘅特色單位啊！整體以意式風格為主，用深色木材配搭米色牆布，營造出舒服又放鬆嘅感覺。再加上金屬同特色漆做點綴，令到整個空間睇落更加有層次。一入屋，玄關有一面全高嘅玻璃灰鏡，配搭全高懸空鞋櫃，顏色亦都配合到家居整體嘅氛圍。飯廳旁邊嘅雲石餐邊台同飾櫃係屋主展示小品味嘅地方，每一件擺設都係生活美學嘅延伸。透過雲石中島吧台形成半開放式空間，成為屋企人傾偈、飲咖啡最自在嘅交流場所。我哋亦都特別為屋主打造咗一個精緻又舒適嘅套房。入去右手邊係獨立嘅衣帽間，窗台位置做咗梳妝台。我哋喺其中一邊嘅衣櫃做咗條子玻璃，令到原本窄長嘅衣帽間感覺可以開闊返啲。而左手邊就係一個多用途同休息嘅私人空間，放咗舒服嘅梳化同實用嘅收納櫃。梳化背嘅牆身以特色漆工藝做點綴，收納櫃採用中空設計，融入優雅嘅綠色雲石同精緻吊燈，整個角落既私密又好有質感，係屋主返到屋企後最想休息同放空嘅地方。再向前就係主臥睡眠區，床頭嘅布藝設計摸起身特別柔軟，帶嚟溫潤嘅觸感。造型時尚嘅吊燈亦都令空間更加有氛圍。床尾嘅電視牆身同樣加入咗特色漆處理，細膩而富有層次。喺轉角嘅位置，我哋採用咗天然嘅白木紋石，獨一無二嘅天然紋理，成為整個空間最獨特嘅藝術亮點。而喺單位另一間睡房，為咗最大化收納功能，做咗全高衣櫃同書台一體規劃。書台上方金色吊架更增添咗精緻感。呢個單位以典雅細緻嘅意式設計，體現咗屋主嘅品味同風格，為佢哋一家人帶嚟更加有質感同埋層次嘅生活。希望佢哋每次一推開門，返到屋企之後，都可以感受到放鬆、幸福同滿滿嘅歸屬感。